嗨，大家好，我是坦平树。今天是2025年1月9号，这一期咱们闲聊这个衰退，闲聊当前形势下大家该怎么做。这个2025年虽然咱们在3年前就说了，恒大刚爆雷的时候我们就说一年不如一年，有人甚至说今年是未来10年最好的一年。10年我不敢说，但是说未来2、3年这个还是可以说的。这个大家深有体会是不是觉得这个形势越来越不容易乐观，大家过得也越来越难，或者是体现着压力越来越大越来越焦虑。这个2025年刚开启，刚过去1周多一点时间，这个2025年就已经开启了地狱模式先是这个资本市场给了这个金融消费者几记闷棍呢，房地产这边呢，现在旧式的政策已经消化的差不多了，现在整个市场都在盼着出新政策，什么一线城市放松限购，这已经说明问题了。各个地方在裁员降薪，现在连很多企业津津乐道的年会似乎还都不感兴趣了，很多企业年会已经停办，连有些网络作家都传言精神分裂。这个娱乐圈的瓜也不断了，虽然娱乐圈已经安静的走向死亡，但是这个瓜还不少，各种撕我记得前几天咱们介绍了一个 UP 主，他月薪4000，然后3年存了9万。今天晚上又一个 UP 主，他这个 UP 主叫什么名字我还真不知道，我只看到一个叫阿呆鱼瓜这个人他发的，他说他月收入8000，就到手一共是8000块，他一年攒了7万2银行存款，他是如何做到的呢？大家看视频。这是我1个月的工资是8000，而这个乘以9是我1年的存款，24年的存款。今天是2025年的1月3号，聊一下我24年的年终总结吧。其实现在聊应该也不算晚，因为前2天聊这个比较扫兴嘛，主要就是聊大家今年攒到了多少钱，过年有多少钱回家。过年的3个问题嘛，多久放假，假期有几天，一年攒到了多少钱。但是我今年也的的确确是存到了72000块钱，我的总存款也就这么多，然后不多也不少，这是我这1年来竭尽全力嘛，然后存到了一部分钱。而我为什么可以在上海月薪8000能存到7万多块钱呢？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必要讲一下的，这属于我自己的一个小目标完成，对我自己的影响其实是蛮大的。我来简单说一下我的情况吧，说一下我的收入情况吧。我的工资是8000，税前是8000，但是税后的话它是6900块钱。从2024年的4月份开始，我的工资上面多了一部分是提成，大概是500块钱到1200块钱左右。综合下来，24年平均每个月的税后工资应该也有8000来块钱。主要来讲一下我24年的总体花销。因为我没有其他收入，我能存下这么多钱，全靠我的一个字，就是省，没有其他的，就是省，单纯省而言，我1年就是攒下了这么多。怎么省的呢？衣食住行这4个方面来说一下。先从最贵的房租说起，魔都的房租不是开玩笑的，觉得真的很贵。当然我是例外，我的房租是500块钱1个月，对，没错，就是500。为什么？因为我跟我姐和姐夫他们租了一间2居室，是1600块钱，但是我每个月只要给他们拿500块钱左右，因为他们比较照顾我。我们的房租便宜，但是我们的水电比较贵，人均水费加电费的每个月是200块钱，加上我们的还有一个燃气费，因为我们自己在家做饭吃，人均的话每个月是50块钱，这是250块钱，就是500加250块钱，750块钱一年。我一年在这方面就住房的花销大概是9000块钱。第二个点就是吃饭这方面，我觉得我可以重点的说一下。我说是因为我吃的很好我才说的，是因为我长胖了，长得挺多的，是因为我吃的挺好的。扯远。第一点是我的公司它是管到1顿饭的，就是说我只需要在家里吃1顿饭就行了。我们吃这1顿饭也是我们自己做，我每个月的生活费就是买菜什么的大概是300块到400块左右，我们算400块钱。不要觉得400块钱少，3个人如果乘以400就是1200，你1200块钱全是买菜，买很多，而且买的菜都是不差的。我家的菜和肉这方面还有一个来源，就是我父母会寄给我们一些腊肉或者干菜什么的，60%的肉食产品都是我父母从老家寄给我们的腊肉或者香肠。吃饭的话，一年是400块钱乘12吧，一年大概4800块钱左右。还有一个就是衣服，这个我给我自己叠个debuff，因为我是男孩子嘛，我穿衣服可能是没有那么讲究，衣服买的比较少。今年我买衣服，我有记录的应该就是618和双11，还有一些
在地摊上面买一些东西，大概加起来1000来块钱。最后一个就是通勤，这个无论是上班的通勤还是自己平时交通的通勤，我都遵循一个原则，就是能骑电车骑电车，不能骑电车争取骑电动车，周围的话就是骑自行车。我通勤上面几乎的花销就是给电瓶车充电。今年唯一坐过2次地铁，第一次是去我同事家里，第二次就是我妈妈和妹妹来上海这边玩，我去接他们，坐的地铁。截止2024年12月31号底，我的通勤我小于400块钱的，但是我算400块钱，这个上面就是我最主要的花销了。第二个花销就是我在24年给自己添置的一些家当，总共是有3件。就这个是第一件，运动相机是大疆的 A74，这个是我在我同事那边入手的，因为算二手嘛，折扣这个机身是2000块钱，加上它的一些备用电池、安定滤镜，还有这种的伸缩杆子，然后加一个转接的，总共的价格是2600块钱。其次我还在今年的双11我买了一个平板，是这个2022 Pro 版，都是买成5500块钱左右，100块钱的其他费用吧，1600块钱。还有一个就是我上面说过，我骑自行车我买了我得到了一辆自行车，不能算我买的，因为这辆自行车是我办信用卡送的一个，不知道什么牌子，但是够我自己骑了。这3样东西加一起大概是8200块钱。说一下我最后的一个花销，我最后一个花销其实就是给父母的，这个其实很少，因为可能也就是我穷吧，也就2个嘛。第一个是在24年的暑假，我妹妹和我妈妈来上海这边玩，大概用了2000到3000块钱左右，不只是我，是我姐、我姐夫，我们3个大概人均都用了2到3000左右吧，然后带他们去玩。我其实自己也记不得清我到底是用了多少钱了啊，就算2000块钱吧。然后还有一个花销就是今年他们的手机嘛，因为他们的手机是用的比较久了，然后给他们买了2个手机，然后是1500块钱，好像就是红米乐的14 Pro，加在一起的话是3000，2000加3000，一共是5000块钱吧。这个就是他们这方面花销。还有一个最后的一个花销，平时我生活上什么，比如说话费，出去买一些水，平时周末的小聚餐，加在一起的话，应该一年有4000块钱，对，就没了。我那个7万块钱是有水分的，是为什么？是因为我把我的公积金也算在里面了，因为我的公积金是可以取出来的，也算是我的存款之一，是加上我的公积金，然后是有7万多。我的总收入的话，8000乘以12，加上我4900块钱的公积金，一共是10万900。但是我的总花销的话是住房的9000，吃饭的4800，衣服的1000，通勤的400，给自己买了一些电子产品，一共是8200。父母这边是5000块，加上我其他的一些小花销4000，加起来大概是39400块钱。总收入减去我的总花销的话，100900减去32400，应该是68500块钱左右。但是我的实际结余要多于这个数字，实际上应该是100%没有花掉那个32400的。结余是大于这么。说实话啊，我很佩服这些攒钱的 UP 主啊，虽然给人感觉他有点攒得太狠了啊，他在上海一个月总共啊，所有的费用加到一起，一个月不超过2000块，确实很狠，算是对自己要求比较这个严格吧。当越来越多的人啊开始存钱，把消费啊，把其他的开支压到极限，大家想一想。这内需还怎么提振？这也就是为什么内需没有办法提振的原因啊。说实话啊，我提倡大家要存钱，也就是说啊，在当前的形势下，如果你经济压力比较大，或者你对未来预期就是明年后年你预感的压力大，尤其这种人啊，那你从现在开始就要学习这个 UP 主要去存钱，因为啊，明年比今年还要差，2027年恐怕比2026年还要差，这个短时间很难改变，对吧？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啊，叫恐怖螺旋，政策啊只能对它进行干预延缓，只能说让大家这个感觉稍微好一点。自从这个恒大暴雷以来啊，我们的政策实际上有很多，会也开了很多，我个人感觉啊，这些都只起到安抚的作用，甚至有那么一点叫望梅止渴，因为总有一部分人会相信，只要这一部分人相信的人能稳住，实际上他目的就达到了，这也是一个作用啊。这个野村证券的辜超明，就是那个研究日本什么消失了30年，这个而闻名如世的这个经济学家，他的成名作啊叫《大衰退》。这个辜超明啊，针对咱们目前这个现象，他给出的结论就是资产负债表大衰退，像极了日本啊上个世纪80年代泡沫破灭，股市泡沫破灭和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最近啊咱们这个债市啊已经
牛的不能再牛了，据说债市都已经被拉冒烟了。为什么债市会出现这么牛？但同时啊，你看股市就开门，对吧？三连击。这个顾长民啊，他是最新的观点，他说债券市场已经在告诉中国人民，你们正处于资产负债表衰退中。资产负债表衰退啊，这个词说是由顾长民这个把它就是宣传发扬光大的。就以前经济学家很少聊这个什么资产负债表衰退这个词，是不是顾长民发明的我也不知道啊。但是因为顾长民而这个闻名。资产负债表衰退啊，他很好的解释了这个日本啊这个什么消失的30年，日本低迷。日本这个消失的30年就是与通货紧缩斗争的30年。正好这一阵子那个摩根士丹利啊出的2025年那个研究报告，它的关键词就是咱们要跟通货紧缩啊进行持续的斗争，而通货紧缩，对吧，就是由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导致的。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呢，一个特征就是居民疯狂的储蓄啊，不借贷、不花钱、不负债。2025年，当这个社交媒体上，当短视频平台越来越多的人，对吧，在关注这个 UP 主存钱，对吧，越来越多的人讲述自己存钱的故事，越来越多的人呢在模仿，实际上是不是形成了一个羊群效应、趋同效应呢？大家都会去这么做，这么做就会加剧，对吧，消费的低迷。在这种情况下，你说政府采取什么手段能够刺激内需呢？刺激消费，拉动内需，你是没有办法的。你就是消费券发购物券也没用，何况你那个购物券还发不明白，一发就发到那些，对吧，既得利益集团的手上。真正的消费者就是用起来不是很方便，不是想用就用，这就是种种条件。最后啊，就是让那些不法分子钻漏洞。资产负债表衰退啊，我们说通俗点啊，不要说那么太难懂，就是企业和个人在降杠杆，就是不贷款、不借债，这就直接导致资产负债表衰退。但是同时啊，伴随着就是储蓄率高，大家拼命的攒钱。搞过企业的人都懂，或者是你是会计，对吧？企业最主要的3张表，一个是资产负债表，一个是现金流量表，还有一个是利润表。你从银行借800万，这800万就变成银行的资产，这800万对你来说呢，它在你这个负债这一端呢增加了800万，同时你的资产也增加了800万。你从银行拿了800万到你手上，就增加了你的负债800万，也增加了你资产800万。然后你拿这个800万呢，对吧？你生产了很多东西要去卖，你这时候你的东西恐怕就值1000万。你把这1000万卖出去，你的下游啊客户啊他就欠你1000万，这1000万又是你的资产，这时候你的净资产就变成200万，应该这么算啊。然后呢，你的下游啊，把这1000万的东西，它经过自己的生产加工，它又卖给别人1400万。你看啊，每过一个环节，它的资产和负债都在增加，这都是成倍增加啊。银行那儿增加了800万的资产，你呢也增加800万或者1000万，你的下家增加1200万，你说这个资产是在膨胀的，就是因为你借了这800万用来干活，用来投资。你说如果把这些人加到一起，这个总资产，因为你借了800万，经过5次循环，这个总资产恐怕是在5000万以上6000万。负债呢一样的啊，也增加这么多。你看看，这个就是资产负债表在膨胀。那资产负债表衰退什么意思呢？那就是你这800万你不借了，不玩了，你不玩，你也不生产东西卖给下一家，下一家他也不玩，都不玩。仅仅因为你不借这800万，一下就少了6000万的资产，少了5000多万的负债，整个社会啊，这就是资产负债表衰退。企业和个人都一样。以房奴为例啊，这房奴啊，他不仅他不再贷款了，他还把自己的这个银行的按揭贷款提前还。你拿100万去还银行的按揭，提前还啊，那你这你的资产就少了100万，你的负债也少了1000万，100万。然后呢，银行那边的资产被你还掉100万，它也少了100万。本来你这100万是存在银行的，银行的负债多100万，结果你把这100万取出来还贷款，所以银行的负债也少100万，对吧？资产少100万呢，负债也少100万。你看看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多厉害啊！就是因为大家不再借钱，不再负债。但是啊，在资产负债表衰退的面前，我们每个人是没有办法改变这个趋势。也就是说，我们没有办法号召说每个人大家都起来贷款吧，大家都起来消费借钱，然后赚起来，这个是做不到的。所以对我们个人来说啊，你改变不了这个趋势，你只能随波逐流。所以对我们来说啊，那你只能是赶紧攒钱还贷款，对吧？降杠杆，坚决不负债，有负债的赶紧还，这就是成了我们唯一明智的做法。这个顾超民说啊，企业和个人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啊，在资产价格往上走的时候，去银行贷款买了很多资产啊，说通俗点就是韭菜啊，跑到银行借钱买房子，这个也是啊一样的。房价上涨的时候，那企业也差不多，他买了其他的资产，比如矿，对吧？比如投生产线等等。但是现在资产价格在缩水，资
资产价格在下行的时候，因为你的负债是刚性的，变不了，资产缩水，所以导致这个企业不得不持续偿还负债。房奴也一样啊，然后大家的目标企业的经营目标由利润最大化转为负债最小化，从而导致整个社会落入需求不足和经济衰退的恶性循环。就这种恶性循环，作为我们个人作为我们牛马，谁先认识到，谁先意识到，然后同时又立马采取措施，那么你在这场资产负债表衰退的过程中你的损失就最小。你及时的把资产变成现金，最后变成存款你就能逃过一劫你及时的把杠杆降低，甚至没有负债，那么你就不会破产。那么这个资产负债表衰退是怎么导致的呢？对吧？日本人是说股市房市这个泡沫破灭，日本有日本的原因，我觉得我们有我们自己的原因。因为我们股市谈不上泡沫破灭，因为股市的泡沫我们一直在3000多点，虽然这个股市不争气不咋地，但是你说它有多大风险也谈不上，它整个的盘子也只有80多万亿。所以你看对我们来说不存在什么股市泡沫破灭，我们来说最主要是房地产泡沫。但是有人说我们的房地产这个泡沫是我们主动刺破，就不是它自己发展到最后不可收拾爆雷，而是主动的在它不可收拾之前给它刺破了。有这么说法，这个大家自己可以观察。如果是主动刺破的，按道理来说那结果应该会比那个他自己破要好，因为我们提前就破了。但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大家感受压力越来越大，好像没感觉到他比他自己破要轻松一点。所以我觉得我们现在这个情况经济问题，所以跟日本恐怕还不是特别相同，就形成的原因不一样。我觉得我们的原因有这么几个，一个是贫富差距太大，就是在分配这个环节还有提高的余地，对吧？无论是国企和民企之间的分配，也就是蛋糕，对吧？谁占多少，这也是分配还是集体和个人之间，也就国家和个人之间这种分配，还是我们的这个居民的收入和 GDP 之间的占比，你看这都是属于分配嘛。这些出了问题，导致这个贫富差距越来越大。14亿多人里面，对吧？有13亿5的人工资都不到5000一个月，对吧？你要看到数据那更详细的是6亿人的工资一个月不到1000，大概就是数吧，反正就是量级，我记得不是特别准，对吧？2%的人恐怕占有80%的财富，或者2%的家庭占有80%的财富。有13亿人吧，人均存款不到1万。这也是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玩命的攒钱存款。第二个呢，就是搞经济的他不一定懂经济，这个经济的专业性还是比较强的。第三个呢，就是你到底是搞集体经济还是市场经济，大家有这样的疑问有这样的担心。如果是集体经济，那很多人就要润不玩了，惹不起躲得起，民营企业家没有信心。但你要搞集体了，他还有什么信心他的财产恐怕都要充公，人家不走你要搞市场经济呢，对吧？大家有了信心，搞自由经济。但是这一块呢，虽然政府多次强调，每次重要会议的文件里面都有，对吧？坚定的发展，但是你从网上这种操作来看，它似乎就是往集体这儿走。所以这个维欧老师对吧？这些人他才会什么能够大行其道什么意思就是说太远了咱们也看不到，对吧？他一切皆有可能。但是短期我们应该能够预计到，就是未来的2-3年，他很难说他就好起来。那如果你有这样的预期，你现在就得做准备。既然知道2027年会更惨，那你在2025年还有余力的时候对吧？还有这个腾挪的空间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债务降下来。如果没有负债的就不要负债，然后存钱，学一学这个 UP 主没错，这叫提前规划。就我们要想象一下2027年会更难，就有很多人他理解不了，他总觉得我现在不挺好的吗？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如果你现在过得挺好，对吧？那你要珍惜，倾巢之下安有完卵。含义向你奔来的时候路上耽误了一下，迟到了一下，不是不来。恒大一爆雷之后，对吧？咱们这节目就一直说存公行还贷款，人不能骗你的钱，坚决不投资。3年过去了没有好转，还是一步一步的，对吧？这恶性循环。接下来恐怕大家会看到越来越多的人在攒钱，开始比谁攒的钱多，看看谁更会攒钱。所以这个时候你要刺激他消费没门，这个时候无论出什么政策，效果都会大打折扣所以从2025年开始拼命的攒钱没毛病，就像北极熊对吧？疯狂的觅食，准备过冬一样。好，这期节目我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